敬拜。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咱来吟圣诗234首，我心实在俄罗。咱即时有缘听的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圣诗的头前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坐。这是来启用文20，详细也是诗篇90篇。启用文20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。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。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。早起时发起来无成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
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哪伫你的，拢伫你的上帝的过去。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啥人感受为着你上帝的威力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。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，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。求你互你的牧人看见你的作为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幸福。这是咱来同心祈祷。全能慈悲满满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虽然疫情严重，阮要通用线上将礼拜，不管伫个人的厝，也是圣殿，你因带阮到你宝座前，阮用敬虔谦卑的心敬拜你。主啊，阮人是何等的卑微软弱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当阮受疫情影响不安时，互阮通求救倚靠你，除去阮的惊吓不安，得到你的怜悯疼惜。你是宇宙的主宰，阮生命的源头，只有你为医治甲拯救。阮相信疫情伫你的掌控中，求你怜悯顾守这地甲你的正经字。愿你赏赐恩典，帮助阮全民同心防疫，或者疫情受到控制，无搁扩散。也辛苦病痛的，求你医治扶持，使平安甲正人同在，互阮心灵拢得到你的保守。也因带保守，赐予逐国逐族，通早日脱离疫情的伤害。今仔日是药神奉献主日，阮感谢田牧师甲地同学来到阮中间，宣讲你的信息，求圣神临在，互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，并且会关心培养主的仆人的完成药神事工。愿阮今仔日敬拜甲学乐，诚作芳的祭，互主你感纳。阮来祈祷，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来看圣经，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2节。耶稣看见遐个归近的人，就爬上山，已经坐，伊的学生就近伊，伊开喙教示因讲：这是咱正道，请田牧师来正道。伊所要讲的，我有话要讲。大家平安。你敢若我伫电视台讲道共款，头前无啥物人，甚至伫电视台讲道时是头前无半个人，只有摄影师。
不过，由于安尼，咱会当来敬拜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这个疫情因为较升悬，所以针对物件都要采取应变。直接互咱考虑一项，嘛想到一项。当这活动、事工、组织，人甲人的相处，拢无去的时阵，咱还佫有啥物？咱会当做啥物？咱需要做啥物？检查最后一摆，搁一摆，互咱来想到，咱教会牧会，特别咱的牧师都要来啊。那么期待咱新的牧师会当来领导咱、帮助咱、牧养咱、带咱行头前的路。检查咱有真侪期待，牧师你爱较常来阮兜探访，牧师你爱办足侪活动，也是咱教会应该爱做啥物？总是这个时，咱搁倒转来一个焦点。是毋是咱信仰中、伫教会牧养上、伫生活上，迄个第一要紧的是啥物？今日牧师接到这个机会，也要特别甲咱来分享，要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。现在咱感觉真奇怪吼，安尼敢若有头无尾，敢若讲就坐落去，伊就开嘴，假是因讲，后壁是啥物？其实后壁就整个的圣经嘛，后壁的所有就是过来就是上帝所有的话。所以今仔咱倒转来到思考这段圣经，这段经文伊的时间点是什么所在？这段经文的时间点，咱知影讲是主耶稣，那照马太福音的记载，是主耶稣伊出来传道理，然后伊到伫约旦河有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伫洗礼中间看见天开，圣神像钱啊降落伫伊的身上。只要有天顶有声安尼讲，这个是我所听的囝。这是对遐较讲到耶稣开始传道理，伫遐讲到伊受洗礼，然后洗礼了后，耶稣就互圣神催逼到伫旷野，伫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。伫试探，伊开始了后，才开始出来传道理。所以这个时间点伫倒位？伫耶稣伊受洗礼，耶稣伊受试探。然后耶稣起来第一项工课，耶稣第一个目标是啥物？招人来做伊的学生。咱今日教会拢讲要传道理，所以咱真拍拼、真努力。特别是这几年，咱台湾的教会嘛相当用心，真侪教会嘛推动，亲像幸福小组，也是各种的方法，101要带人到伫上帝面前。而且咱教会嘛有看见真侪见证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真侪人来洗礼入伫教会，咱嘛感觉真欢喜。不过会记，耶稣伊第一个是啥物？伊招人做学生，但是伊所有的工作，毋是到做学生为止，伊直接开始就传道。整个福音书，包括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4本的福音书，拢一真要紧，咱来注意，就是这4本的福音书。耶稣所面对的对象，耶稣所招的人，因基本上拢是已经信上帝的人，因基本上拢在摩西的诫命，因基本上拢有咧安息日入会堂来敬拜，来遮听律法的讲道，因拢有到做祭的时，甚至拢上到耶路撒冷来守罪。所以记耶稣伊伫3年久的传道理的中间，伊拢招人来做伊学生，特别伊招12学生。但这些人拢是已经信主，而且有一个足要紧的关键。马太福音对第5章开始，耶稣讲道，然后到28章结束的时阵，伊用什么做结束？伊甲学生讲：天顶地的权拢总已经互我，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。甲因行出来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但是毋是到遮。伊讲，凡係我教是恁的，也是讲凡係我吩咐恁的，拢教是因守。就我甲恁3个弟弟，也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然后接到使徒行传第1章的时阵，耶稣甲因讲：恁要听候圣神，圣神若降落伫恁的身上，恁要得到气力，要得到才能，恁要去到耶路撒冷，遍犹太。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干净。咱若将这就集体安尼来甲看时，今日互咱一个真要紧来思考，伫今日教会第一个要旨是啥物？就是耶稣用时间招伊学生，所以4本的福音书咧讲一项，
耶稣召学生来甲我住，来看我，来听我，因为我的福音是人的目睭毋捌看见，耳孔毋捌听见，心毋捌想到的。福音毋是一个简单咱所讲的一般了解一个好消息，福音是一个奥妙，这个奥妙是上帝绝对的计划、旨意甲权能来完成的。福音是在伫主耶稣伫上完成上帝计划，死伫十字架顶为人来赎罪、过活、上天、圣神大大做工伫逐所在。所以，一真要紧就是，这个福音毋是咱所会当了解，这个福音毋是咱会当解释，这个福音只有一项，就是通过圣神的大权柄，要将上帝伟大的恩典通过感动来甲咱讲。所以，过来耶稣伫3年的中间，伊叫伊学生甲我住、甲我食、甲我生活、听我的话，是一步一步要帮助这已经信主的你甲我，不断来经历。这毋是我以前我家己会当来了解、会当来体会的。所以，咱逐工要抱着一个心境，我每一日要经验着我的主，伊对我讲话。我每一日要来经验，原来这是我毋捌想到。毋捌看见，毋捌听见的，这才是咱家福音的本质。所以咱就好好来打拼，虔诚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伊的话。所以教会一个牧养，一个最要紧的精神是什么？随时帮助咱的会友，互来体会主耶稣伫今仔日，伊爱咱去经验迄个福音的本质。所以耶稣伊行遍加利利，伊开始出来传道，伊伫加利利各个会堂。伊伫遐医病赶鬼，圣经写什么？讲名声伊就骗团，因为伊有名声受骗团，所以真侪人就进来。所以今日第5章，互咱看见一项，当足侪人自就活来时，检在对伊学生来讲，哦，阮对这老师不得了，伊果然有2把刷子，所以看吸引遮侪人。咱真侪时阵教会到遮，常常做一个真要紧的思考，一个分水岭。人来安尼上好，所以咱希望咱的教会100、200、300、400、800、1000。所以咱定讲，阮教会最近安尼真复兴，阮较早200个，即马400个，过来要800个。好像就是讲到迄个人数，总是今日耶稣报咱所看，圣经报咱所知的，伊看到遮侪人来，这个人是甚物？各位兄姊妹。伊爱伊学生了解，伊爱咱每一个主所调的学生，咱每一个人的了解。所有的人，因会组织到主的面前，所有的宗教会吸引人，是2项物件，是因家己一时会当满足伊的需要，是一时的需要，也是家己的感受。所以宗教是甚物？世间的宗教就是你来当满足伊。所以有时咱嘛感觉讲，哇，哎呀，拜人来遮多。最近是因为疫情来停止这进香团，我各位，若无你若看遐进香团，会惊人呢；赢遐大甲马会惊人呢。迄毋是300、200，因一摆赢规礼拜，欢喜甘愿。总是只要有一个特别的所在是甚物？所有的人想到伊即时的需要，所有的人是想到伊家己的需要，这是宗教。所以耶稣要帮助咱。教会传到台湾150档以上，而且互咱明白一项，咱今日活伫这个所在，目一个看，所有的人因拢活伫因家己的世界时，咱要凭什么？咱要用什么来对因宣讲这份的福音？各位，咱无法度，咱无物件，只有对上帝遐来。所以今日看耶稣看到一群人，所以伊就爬上山，然后伊就坐落。学生围到伊的面前，各位，今日牧师报咱看一项。其实这场的讲道，若照马太福音的记载方式，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是真出名的登山宝训。我当然甲咱讲，其实耶稣无可能是一摆讲道讲较济，这应该是马太真斟酌甲伊收集足侪篇。若无一场的讲道遐尼侪主题吼，可能所有的人拢记袂起来。但是只要互咱注意一项。耶稣伊就上山，然后伊坐伫，直接要咱看见一项，就是咱的上帝，伊是甚物？伊是之最，伊是上帝，所以毋是对人来解脱。
咱的信仰毋是对人来解脱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教会嘛毋是用咱来解解释。我认为教会是甚物？教会是主十字架救恩国外官兵所起造的，是对上帝来。耶稣嘛，甲咱吩咐，恁着完全，亲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上帝要成就伫咱的心上，咱是对上帝遐来所生的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来是要互人得到生命，而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咱来体会一项，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抱着一个心志，就是咱的教会第一要紧的所要完成的是完成的主伫咱心上的调命。所以今仔牧师有两方向，要甲咱三个分享。教会本质是甚物？牧会要旨是甚物？第一项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是，耶稣伊就坐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耶稣坐了，这是足标准的犹太人的写法。因为犹太人的律比，伊若要讲话，伊毋是徛喺讲，咱今日讲道拢是徛喺讲。但是犹太人的律比，因是坐咧讲，然后身躯边的人就围我来，有诶起来，有诶坐，所有的焦点、所有的中心，就是坐伫遐诶。照咱所在，犹太人的会堂、大经、小经拢有，有诶设备较多，有诶设备较少，总是伫犹太人的会堂的中间，拢往往有一块特别的椅仔。其实迄块椅仔，平常时普通是无人咧坐，真少人咧坐。但是迄只椅仔，人拢知影有一个特别的位置。迄只椅仔被称作迄是摩西的座位。换句话讲，伫即个会堂的中间，有一块椅仔是摩西咧坐。迄个椅仔上顶是甚物？遐就是伫遐要来讲起上帝律法。犹太人的智慧中间，一个真要紧就是。阮生命的中心就是围绕伫上帝话。但姊妹，约翰安怎见证耶稣基督？太初有道，道甲上帝三个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 logos 都是话。所以今日咱行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咱教会有上帝话无？今日互耶稣伊坐了。学生围着伊的身躯边来，其实这场的讲道，耶稣讲的正人听无毋对，但是耶稣那就搁用3年久伫世间的生活，伊毋是干那讲互正人听，伊特别要紧是要讲互这学生听，但是要安怎帮助这学生对听的话，这字句转化成做生命。这就是伊甲伊的学生斗阵生活，然后用死甲过活要来印证的所在。所以今仔咱一个真要紧，就是咱是为伫耶稣身躯边的人。今仔日耶稣基督伊要坐落，咱为伫伊的身躯边。什么人咧听？咱听什么？听主所要讲的话。所以耶稣伊坐落，伊就讲互正人听，搁较要紧是讲互你我。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，这句话有当时咱拢袂明白吼。咱来讲规步，就搁强调一句话：有耳孔的人、通听的人就听。各位，真侪时阵人是听了等于没有听，有在听等于无在听。为什么讲你着听上帝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，心性意力？涵盖人所有生命、所有一切努力，所以讲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听对围绕到主的面前听伊的话开始。所以今日牧师要大声甲咱讲，讲互什么人听？耶稣咧招什么款人做伊学生？至少招3种人，这3种人就等于1种人。这3种人就咧讲咱生命里面一个真要紧的。头前是甚物？耶稣讲的原理，看无家己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伊的人听。真耶稣对咱讲：人若要缀我，就看无家己，背起家己十字架，然后搁来缀我。恁还会记迄个好野少年的官的故事未？伊并毋是无听，伊甚至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头前。
伊甚至用最大的诚意跪伫耶稣的面头前，讲：先生啊，我要安怎才能承受永活？耶稣嘛足有诚意甲伊讲，耶稣嘛足有诚意甲伊对话。伊嘛看即个少年的肝真好，真优秀。毋过，当耶稣讲：你还阁欠一项的事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去变卖你所有，然后来缀我。你去变卖你所有来真侪送养人，然后来缀我。圣经写，迄少年的肝忧忧愁愁来离开。各位，耶稣真毋甘，伊毋甘这少年人。总之，这少年人，伊虽然守摩西律法，伊虽然自细汉伊就照这规矩来行，总是最后伊离永活，毋是差一点啊，是中间就无份。耶稣咧招咱，所以教会是咧讲互一群人听。咱的小会、中州会，拢真努力、真拍拼。咱本身就起来做一项，就是咱是来经验，看无家己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地主。所以咱听道理是对遮来，一步一步咧帮助咱。有真侪物件咱放袂落，有真侪物件咱放袂去。咱对过去恩恩怨怨、起起落落，咱放袂落。咱过去，咱对咱家己认为上要紧爱掠条的物件，咱真侪所在放袂落。有对真侪咱来承担的责任，咱做袂到。所以当主要说每一遍甲亚生真诚恳的对话时，伊包括甲彼得讲，毋是失败，是70的失败。彼得嘛是后来慢慢去体会，所以才到最后，伊欢喜为了主来宣告。可以现是袂？耶稣讲的什么人听？是讲到遐欢喜，慢慢来经验，看无家己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缀伊的人听。耶稣讲的什么人听？是看到咱会当珍惜一项，就是耶稣讲：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来点伫我。中文的圣经翻译和合本有小可欠一丝啦。和合本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讲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恁也常常伫我里面。但是伫原文的圣经后来改翻译的圣经，所将这个常常两字改摕掉，将这个常改摕掉，因为这个圣经里面伫阿兰文也好，希腊语来讲，伊是讲恁只有点伫我的里面。这个点没落，这个介系词是连结点伫遐，停留伫遐。换句话讲，耶稣是召集人，互什么人听？是一个人欢喜，盖三结连。什么是结连？就无离开。什么是安息？安息就是点伫伊的内面。什么款人？就是欢喜。这个人无论是软正还是勇壮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老人、亚仙、老人艰苦，拢通来到我遮。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这是一个观念，嘛是态度，嘛是生命一种真要紧，就是耶稣讲的遐欢喜甲伊连结的人。各位真侪时阵，咱的生命是甚物？是咱领到咱的财情运势，然后咱失到一项点伫主的安息，咱去外口走总拍拼。特别牧师要甲咱伫教会，这同工特别甲分享。因为咱伫做同工，是因为咱有真丰富伫教会服侍经历。检测嘛，社会上有成就，所以针对时阵，咱会凭着咱的经历甲成就，总是有时咱的生命失落迄个安息伫伊的内面。所以撒迦利亚安怎讲？毋是我靠势力，毋是我靠财力。撒迦利亚先知所爱讲就只有我靠耶和华上帝圣神的亏难。而且讲的溃烂，毋是种的才能，也是种的溃烂，是咱甲伊三个结连。所以耶稣要讲的什么人听？就是来到伊面前，点伫伊内面的人，来伊要讲互咱听。所以咱教会一真要紧，就是咱备办一个心，来点伫伊的内面。无论咱什么人，咱点伫伊，伊点伫我，就恁要结果子做做。会结果子，袂结果子，是因为这丛树伊的生命力，伊的供应，毋是凭着咱啊。
检测这个假肢是结连伫咱的肌，但是性命是对这张手来。耶稣要讲互什么人听？耶稣要讲互欢喜普天的传福音。各位，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为了见证上帝伊的恩典甲疼痛，拢毋是要来证明咱家己。所以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无算什么，总是咱见证伫主的面前的，见证伫人的面前的时，咱要诚做好个尽忠的奴仆。耶稣是要讲互遐个要普天的传福音，诚做伊的代表，挖靠伊的气力来甲人相甲见证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活出福音，点伫福音。才会当讲出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。有真的是咱教人传福音，咱会教一套方法，教一套内容。检测这真好，真方便，但这无一定代表你的体会甲你的经历。所有的福音拢在于一份的经历。当保罗讲爱是什么？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当伊讲听是包容、相信、望吞忍的时候，有倒一项毋是家己就爱亲身去经历来，才有真正这款的感受。这毋是去讲吼，爱就是凡事包容、凡事相信，是咱家己有迄个经验，是有迄个体会。有偌侪时阵，这个包容两字是用目屎去做出来，是有血有目屎，是会当忍甲袂当忍，总是伫遐个体会上帝恩典无限。主下面我遮多，所以包容两字毋是用写，相信两字毋是用讲的，你要有信心，毋是遐简单。望嘛毋是用鼓励，你也要带着勇气。忍耐佫毋是用一种，敢若我夹喙去讲家忍耐。所以每一项拢是一项，一步一步去体会来，才会耶稣带耶稣一步一步行过。万一看无家己背起十字架来滚地伊，主耶稣用伊家己本身，诚做学生一世人的标志。主耶稣讲来安息伫我，主耶稣每一遍伊拢常常伫透早的时，到伫旷野的祈祷。各位，恁知影有一个时间点？5个饼2尾鱼，遮尔大的新日。发生伫什么事？5个饼2尾鱼，互5000人食到饱。这个真日，4本福音书拢有写，是4本福音书拢有写的真日。可能咱将焦点放伫倒位，5个饼2尾鱼5000人，迄个数字，总是你有注意一个焦点。这项新日发生前，检测就日前一天，耶稣听到。行水的约翰，互希律害死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咱知行水的约翰甲耶稣的关系，有亲情的关系，搁较有信仰体会迄款的连结。当耶稣听到行水的约翰去互害死以后，圣经写，伊就静静。然后到伫旷野安静祈祷。耶稣毋是故作镇静，我相信伊的内心有足大的冲击，总是选择伊甲伊的爸、伊的上帝三个连结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伊搁对遐倒转来时，伊看到众人。圣经安怎写？伊看到遮多人，亲像羊无牧者，他就动了慈心了。在这么大的冲击的中间，耶稣佫会当顺着怜悯人的心，迄个秘诀，迄个奥妙，检是在伫伊甲伊的爸、伊的上帝三个连结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最后伊伫受了迄一暝，伊选择伫克西马尼受了，因为伊最后选择伊甲伊的爸，伫道成肉体的耶稣拿撒勒耶稣，伫受了迄一暝，伊选择伫基督的中间，伊受了。
伊请君到天父上帝面前，检讨真艰苦，惨找伊的肝，亲像火咧滴，总是伫遐，又无法度，伊无受抢夺的平安，因为安歇伫父上帝怀抱，所以选择伫克什玛尼。耶稣咧讲互这个人听，耶稣讲：恁落去铺垫的传福音，因为伊要互伊经验。只有安尼，恁才会当经验什么是圣神的溃烂，什么是属天的愿望。各位，只有传福音、活着福音、生命有福音，才会当体会什么是属天的溃烂。耶稣咧讲互咱听，所以教会每一礼拜拢咧宣讲，咱鼓励就泡到即款的心境。然后牧师只要佫进一步要甲咱讲，圣经写啥物，耶稣就开喙教示因讲。而且牧师又用几句话来甲咱三角鼓励，开嘴，让基督耶稣坐下来吧。今日生活太匆忙，今日教会有真大的危机是什么？想无用，伤侪活动。我讲伤侪，请你莫误解，就是迄个优先的顺序。今日教会有当时啊，敢若咧拍干路，直直洗，直直转，直直胖。我有时嘛，足唔甘，即少年的牧师团队，因到一教会服侍了后，好忙啊，好忙。为什么很忙？因为大家都喜欢忙。今日咱都有一个团队伫遮，嘛有一个新学生伫遮，我嘛足想要甲因讲，牧会中间。你有真侪代志爱应付，生老病死各种的聚会，而且即摆教会吼，你若拍开周报，实在是什么都有，这真好啊！我为了福音宣扬的缘故，但是会记一项，让你的生命，包括咱今日社会的走走，咱拍拼，咱无用，但真侪时阵，咱忽略一项，让基督耶稣坐下吧。尊荣伊的地位，抛到一个心，都是逐天的生活，不是的生活中间，有基督伫我心内坐伫做王，这是个心境。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家有一句话，我常常放伫心内，提醒家己，也鼓励家己。伫讲过一句话中间是安尼讲的。我逐天足侪代志爱无用，有影，咱拢了解宗教改革中间，伊爱面对的代志。伊讲我一天中间爱面对这么多代志，所以呢，我逐天若无安静2-3点钟伫主的面前，我哪应付会了？这是足特别的所在，无我哪会应付会了？有足侪同工甲我讲，我目睭一紧就开始舞，就开始拼。难得睡着了，我才休困，真好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教会连伊这个小组，连迄个团契，咱连伊办郊游，连伊办聚会，各种物件，总是什么时阵要互耶稣基督好好坐来？更较要紧的，耶稣有伫恁兜坐来无？有时咱就讲哦，咱唔好拜偶像，毋过有时足侪时阵，咱是将耶稣去踩伫遐红架桌顶。菜伫遐，初15、初26，也是做基的时去想到，在咱的普通生活中间，耶稣有坐下在我们生命里吗？在咱教会遮侪无用的时阵，等咱开小会时、开中级会时，谁坐在那首位？会记咱长老教会，长老教会一个足特别的精神哦。这是一个加尔文的神学家伊讲的，长老教会最大的精神、最大的要义中间有一项，咱看所有一切拢是咧做礼拜，包括咱开会。各位，咱若将这个物件摕来讲，咱教会就好啊。做礼拜，开会嘛是做礼拜，所以开总会嘛是做礼拜，头到落尾哦，毋是开会礼拜尔。生活嘛是做礼拜。是心存谦卑敬虔，
活伫主的面前。所以咱有相信耶稣无所不在无？咱一定讲有，但是在咱生活中间，耶稣总是被放在那里量着，和耶稣坐来。有时我去探访，嘛会面对尴尬。牧师来，你才坐，然后呢，因就开始直直无用，直直无用，我拢坐遐，毋知要创啥。我来要创啥？我知影恁真好意，要招待我，总是我坐伫遐要创啥？咱定读着马大甲玛利亚的故事，这毋是对毋对？是好甲毋好，上好甲普通好。耶稣是甲马大讲哦，毋是甲玛利亚讲，请你注意。耶稣是甲马大讲：马大啊，马大，你为着做事烦杂心忙，总是你的小的玛利亚是经着上好的福分。耶稣毋是学罗玛利亚，耶稣是甲马大讲，甲咱这的为着做事烦杂。咱定讲我们要多祷告，其实祈祷不是多不多的问题。祈祷是一种生命状况，不是到祈祷的时才是祈祷。祈祷若是亲像喘气，各位，咱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要喘气？咱随时嘛咧喘气。祈祷是一种的心境、态度。今日咱的教会，今日咱的基督徒生涯，偌济时阵，耶稣早就被我们放在一边凉快去了。我进一步把书干分享，既然让耶稣坐下，就让耶稣说话吧。什么是咱生活的中心？什么是咱教会牧养的中心？有真侪时阵，咱定讲圣经是上帝话，但是圣经上帝话有偌侪机会。偌侪时间，偌侪用心，伫咱教会聚会、信徒的生活、咱的思考的中间，咱相信咱的上帝到今仔日还咧讲话无？咱有相信咱的上帝逐工拢咧讲话无？咱有相信咱的上帝伫每一项事的顶面，他都有话要说吗？伫咱翁仔某的问题，伫咱家庭的中间。伫咱开小会时，伫咱开中级会时，咱要想着让基督说话吧。这段时阵，我有话要说，是我要讲话。我感觉安怎？我认为安怎？不管这个我什么人，是老爸，是翁婿，是太太，还是某，还是兄弟，还是长老，还是牧师，还是执事，我有话要讲。总是咱的性命永远就是基督有话要说，因为上帝话一个开铁会发出光，会互咱工人同担。因为上帝话一个开铁就带来创造，上帝话就带来医治，上帝话就带来智慧，上帝话带来安慰，上帝话带来责备，上帝话带来指导，上帝话带来做咱生命中各方面。咱有相信咱的上帝到今仔日还阁咧讲话，伊是创造的主，赦免的主，伊是智慧的上帝，是超越世间所有一切经验。所以真侪物件，咱咧排解的时，咱定来讲，凭着咱的经验要排解，毋是互上帝为做工。我家己牧会一世人，无论到倒一间教会，我拢抱着一个心志。牧师的第一要务。带信徒好好读圣经。教会牧会第一要点，就要亲像哥尼流去请彼得来，伊甲彼得讲一句话：“你来真好，牧师啊，你来真好。愿拢伫上帝面前，要听你上帝爱你对阮讲一切的话。”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点。所以最后，牧师要跟三个分享，咱来用心来听，倚靠上帝能力，伊的同在，尽心去行。
为什么保罗也勉励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互咱会当去体会什么是上帝慈悲善良好的旨意。原来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上帝的慈悲与良善，但是你若真正要体会，就要伫圣心的中间、真理的内面，不断心思意念更新改变，咱才有法度体会，咱才会当来体会行。所以耶稣宣扬福音有一句话：天国君啊，恁着悔改。悔改是甚么？就是活当心、活面向上帝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主的恩典的面前，伊就要赦免咱，伊就要成全咱，伊就要赐派咱。愿上帝帮助咱。我有话要说，我是谁？那是主有话要甲我讲。主啊，我拢伫遮，请你将你要讲的话对我来讲。愿主祝福咱同恩教会。祈祷，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体会你的心意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念圣诗184首。上帝疼痛乃会遐大。
济奉献，那请文光执事甲高伟执事。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。报告，咱要报告以前先来细念今仔日的经句。第一顺序单下面，既若称呼我讲怎的，无一进入天国，独独惊我伫天的爸的旨意的这话。马太福音7章21节，请。既若称呼我讲怎的，无一进入天国。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旨意的这话，马太福音7章21节。既若称呼我讲怎的，无一进入天国，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，马太福音7章21节。咱来看第一页、第二页。因为咱疫情的关系。各种聚会咱拢暂停。小组大道事项第3页，请咱大家来看。咱为着各小组有祈祷的时间，咱来祈祷。第4页奉献明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有错误的，再来中一来更正。咱来看第5页消息报告。咱今仔日是月神。奉献主日，咱欢迎地牧师甲戴同学来伫本会来请安分享，请咱大家为着玉山新人院事工需求关心大道奉献。第2，团队部会议，咱今仔暂停，另外找时间再搁开主日5月23，咱要请等景松牧师来到本会，正道。咱为着这大道，小会消息，因为疫情哪来哪严重，咱奉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发布的命令，甲同市政府的指示，咱疫情目前已经到第2级恐惊会到第3级，所以咱教会对本周开始一直到6月7日，咱拢停止所谓实体的礼拜，线上的礼拜咱犹原照常举行。咱请会友呢一定要遵守这个防疫规范，来保护咱家己的身体健康。这个防疫规范咱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
咱今年都有办圣经的速读吼，请咱大家照咱家己每一天读4章，照这个进度，咱家己来读这个圣经。教会的教改消息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影响这边的迄个商年，因为有国内旅游3天2夜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就停止这个旅游。因为这旅费咱拢已经缴吼，今仔日数年这有早迄个旅费，咱用为伊遐来领出这退回的这旅费。以上，咱即时请组织长老来颁发奖学金，互戴同学颁发了后，请戴同学来报告。平安，我真感动，就是这个戴胜学生啦，吼，伊较早是做老师的，伊是花莲师专毕业的，当教册一段时间了以后，听到上帝呼召，去进入玉山神学院，伫遐咧进修，即嘛是大学2年级是吧？到2年级啦，吼，神学生啊，所以今仔日伊昨就对花莲来到中间，昨暗时的青年礼拜。伊有遮讲道吼，甲大家真好的勉励。今仔早起的国语的场嘛是，伊甲咱真好的勉励，非常辛苦啦，咱真个感谢吼，大家拍一个扑克咧。因为即个是全校第1名啦吼，咱即个教会吼，特别对即个三间的神学院吼，当年拢有即个奖学金嘛，吼。因为咧全校第1名推荐出来。讲即个戴胜学生吼上优秀啦，所以我真欢喜伫这所在代表咱教会，用即个奖学金吼，即个礼金吼，怎赠送互伊，鼓励伊吼，以后佫继续来努力，诚做上帝的路幕，来即个带领所谓信徒来供应上帝，来，谢谢。好，祝福你哈，谢谢。各位姐妹、兄弟，平安！我是花莲13神学院的学生，戴丰义是我的名字。我的族裔名字，我是太鲁阁族苏江阿吉。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，为学校请安。今天是学校的奉献主日。学校也预备了简报待会呢，请大家来参阅一下。希望各位能够给予学校关心、支持、代祷、奉献，谢谢。
刚刚的那个背景音乐哈是泰雅族的歌曲哈。那我这边也有简单的预备，我们太鲁阁组也有这样的一个歌，我唱一段就可以了。这样，谢谢。素养比个那路那耶稣的后浪木。无论更难比当山羊更老瓦更难，吉呀安那个努完登大后呀安，谢谢。好，是派我来啦，我无讲几句啊，才歹势吼，未交代。啊嘛无拍算讲拄到疫情变安尼吼，所以我遮团队也伫遮，苏正长老、简长老、陈长老，啊拜托恁释法啦吼，无毋知要安怎处理这项奉献的代志。啊，我家己做过神学院台神吼的董事长，所以我亲采啊讲学校的经费吼，因一年有算吼，比如讲拄有看到6200万吼，大概学费的收着吼，不到1/6啦。啊，其他5/5就爱学校董事会甲老师吼，全去想办法。中间我感觉是足水的所在，就是咱台湾吼3间新学院，拢是会友咧支持，啊，拢大部分拢是小额奉献较济啦。就是每一间教会吼，啊来互会友关心吼，因为你关心的，咱关心什么？因为咱奉献，咱就自然啦，为着因代祷来祈祷，啊，或者学校训练出来学生吼。大家拢诚做福音的勇士，啊，所以我真正像咱大家会当为着这项事来关心吼，啊，大力来甲因支持，啊，互因这间学校好好啊经营。啊，即摆院长是不信达理吼，是阮嘛熟悉足侪年的老朋友啊。我迄讲则有搁去坐吼，听伊讲去学校的情形，愿咱会当共同来起做神学的教育，有好的神学教育，也是将来有好的教会牧者。啊，愿上帝也祝福咱同教会玉山新学院，啊，互咱这同学吼，后摆毋免惊吼，做你勇敢壮大，安尼好胆甲讲起上帝道理，啊，多谢咱大家。所以，我讲一摆吼，拜托我们的小会长老，甲阮斗释法一下，多谢。咱家刘团都保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真欢喜哦，陈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分享遮尔要紧的一个提醒哦。通常这个时阵，我会讲牧师的提醒甲分享是真要紧的，但是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来互相勉励一项。牧师今仔日的提醒，毋是要紧啊尔，伊是充满疼痛。充满一个温柔慈爱的一个提醒，咱先用花声来感谢陈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容我用一点点时间再补充带到这个部分，跟大家互相做一些勉励。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些事情，我尽量简短的分享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。我在传道师这3年，很多人提醒我要在各样的场合学会如何的应对会议，或是在各样的场合跟各样的人有不同，要恰当的应对，去学习如何做一位称职的传道人。我做的并不好，我认为我自己做的并不好，我还在学习。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担心，就像今天牧师所说的，如果我每天忙于去学习这些应对，学习这些行礼如仪的程序。当我有一天学习得很好，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，很得意的时候，我会担心一个问题，就是牧师今天所说的，耶稣呢？我们的耶稣呢？我有没有让耶稣坐在我的身边，或坐在我的家里，或是坐在这个台上宝座上来对我说话？弟兄姐妹，昨天当我们的台湾发布说我们有100多个、180个确诊的病例的时候，我第一担心的当然是我们桃园教会所有的会友
你们的身体依然安好吗？你们有没有在这波疫情当中不小心受到感染？可是弟兄姐妹，我身为这个教会唯一的神职人员，我最担心，我更担心的是，我们停止了实体的聚会，你们的信仰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今天很高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，你们没有办法按耐住心中的感动，你们还是很希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参加这堂礼拜，所以我看见你们在场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现在正坐在电脑、电视前面的弟兄姐妹，传道在这里要跟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互相提醒跟勉励，请你们保持一个敬畏的心，在礼拜的程序当中。我很担心你们家里的沙发椅太舒服了，你们可能躺着在那里观看这场礼拜。我很担心你们家里的零食饮料太好吃太好喝了，你们拿着东西吃边观赏这场礼拜。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电脑前面的你们，这场礼拜不是一个电视节目，这场礼拜是每一个人要到圣殿里面亲近我们的主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、亲近他的一个场合。就算你坐在电脑前面一样，我提醒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弟兄，你要负起属灵的头的这个角色的责任，带着你的家人，用一颗敬畏、敬虔的心，在你们家的电脑、电视前面，照着程序，照着这个敬畏的态度来亲近我们的神。你不用，就是我提醒我们，不要在家里就忘记要起来用使徒信经告白我们的信仰。不要忘记，在起应文的时候，你要回应，用那样的恭敬的态度，透过起应文来回应我们的神。特别是在疫情严峻这段时间，我们除了顾我们的身体，我更重视的是你们灵魂的健康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：“那杀身体，不能杀灵魂的，不用怕他们；唯有把身体跟灵魂都能下在火湖里的，才要怕他。”我们的身体健康固然重要，我们的灵魂的健康才是更重要的。期待我这小小的分享，虽然耽误了各位一点时间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主里面互相勉励，如同今天郑牧师说的，我们忙碌于防疫，忙碌于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经济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让耶稣基督坐在你家的椅子上对你们说话。以上报告。上营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，应选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要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众人三甲地地，对一接起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点歌。